嘅 Shiro 成員能唔能夠絕地反擊，大家密切留意住啦。嗱，今日呢班演員啦，亦都嚟到咧西九龍中心呢度同大家一齊見面。呢個時候，仲一邀請佢哋出場啦，包括有第一組嘅朋友，有兩支創聯廣告公司 QMC 同事嘅呢個朋友，包括有鄧志堅、董建文、朱樂明、邢慧敏、姚宏遠、唐嘉倫、陳俊軒，有請咁多位。好，我哋啲掌聲唔好俾佢停喎。接住落嚟有第二組，我哋有大哥黃之賢嘅影相先係嘛 ？OK， 好。好，一齊望望正中間我哋嘅大會攝影先。嗱，呢度咧就係 QMC 嘅一班同事啦。OK，thank you， 唔該晒咁多位，可以咧係去到席上係稍咗一息先。好，接住落嚟有第二組嘅朋友啦，我哋有大哥黃志賢嘅太太，仲有前度同場出現喎。我哋有陳喜道同埋黃嘉文。啲好特別嘅出場方法啊，兩個人啲拖住手出嚟嘅。好，咁喺中間嘅位置俾記者朋友影翻張合照啊！嗱，究竟現場咧，佢哋兩個就好 friend 啊，又拖晒手啊，而家攬晒咁樣一齊影合照。咁到底喺劇中佢哋兩個又會係點樣咧？好，我哋補多張相啊，右手邊。好，正中。再補多張右手邊 ，OK。好 ，thank you， 唔該晒兩位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有第三組，我哋有閨蜜兵團 Shiro 嘅成員，包括有尤嘉欣、何佩嘉，仲有李海彤。好，三位可以喺中間俾記者朋友影翻張相啦。好，咁多位一齊望望我哋正中間嘅部分先。好，右手邊嘅記者朋友，好，目光轉移去到左手邊。好，再翻返嚟正中間。OK，thank you， 唔該晒多位。好，第四組啦，我哋有東日集團胡家嘅成員，包括有陳曉華、李成昌、孔德賢，有請三位。好，到中間嘅部分俾記者朋友影翻張合照啦。好，三位一齊望望正中間，我哋嘅傳媒朋友。點啊？究竟你哋係已經做翻你劇中嘅一啲啲情況啊？究竟嚟緊未來嘅日子嗰個繼承咧係邊個奪得咧？咁樣好，係咪最右手邊仲有個手機嘅部分係好緊要嘅？三位。OK， 好，唔該晒，大家咁多位就位先。好，接住落嚟咧有第五組嘅朋友，我哋有飾演 Ryan 同 Sherman 嘅何廣沛、郭柏妍，仲有年輕版 Ryan 同 Sherman 曹欣寧同埋楊海博，有請四位。好啦，喺劇中咧，佢哋就好難會同場嘅，因為係飾演年輕版啊嘛。咁啊，現實生活當中就可以一齊。